我係黃浩光牧師，今日讀嘅經文係《申命記》第15章。前幾次呢，我哋提到《申命記》12章到26章可以分成7組嘅經文。咁第二組經文就係由14章嘅22節到16章嘅17節，係講定期應該守嘅節期啊、規例啊同埋義務。咁咧就上一段講咗1/10奉獻，今日咧就講3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要喺第7年豁免同胞嘅債項。所謂鄰舍弟兄係指自己嘅同胞啦。借錢係要還錢嘅，但到咗第7年咧就可以豁免，因為第7年就係安息年，唔可以耕種土地。咁窮人冇耕種就冇收入，所以債項係可以豁免㗎啦。但外邦人呢並非社會嘅基本成員，佢哋仍然呢喺第7年有耕種嘅，所以得唔到豁免。神咁樣定例係想社會唔會貧富懸殊，為咗係要減少窮人。從第5、第6節我哋知道神賜福之下呢，社會就唔會有窮人，人呢唔需要借錢，反而有錢借翻俾人。條件就係謹守遵行神嘅命令。大家一定要記住遵守神嘅吩咐，係使到我哋物質生活係蒙福嘅。換句說話，你如果好想物質生活改善，唔係咧加班做嘢，又唔返教會，或者咧唔奉獻想慳返啲錢，而係遵守神嘅話，唔好停止聚會，要有1/10奉獻。仲根據呢度講要關心窮人，咁樣咧，神就會使到我哋富裕噶啦。神要佢嘅百姓彼此能夠有愛心，唔單止願意鬆開手去幫補窮人，而且唔好話第7年快到如果借俾你咁你就收唔翻噶啦，咁你就唔肯借，咁就唔好啦。第9節叫我哋咧唔好心裏邊有惡念，如果唔係咧，咁樣就係犯罪。第10節話咧，俾嘅時候心裏邊唔可以愁煩，即係話要俾得甘心啦。咁樣咧就會蒙福噶啦。呢度咧係講窮人，有啲人認為自己係窮人，問人借錢，但借嘅時候咧個心都唔諗住還錢嘅。咁又將借翻嚟嘅錢咧花天酒地，用喺美容化妝或者用喺娛樂上邊。咁呢啲其實就唔係窮人，就唔應該借俾佢哋噶。大家千祈唔好用呢條聖經去逼人呢係借錢俾你。第二樣呢，就係講對待奴婢啦。奴婢呢係幫主人做咗6年嘢，第7年呢就要放佢走，俾佢自由。咁呢就而且第14節話呢，仲要多俾佢一啲打賞，免得佢空手而去。神要人對待人係有恩慈嘅，神叫我哋對待人好嘅時候呢，總係要諗下自己。以色列人本來喺埃及都係做奴僕嘅，神將佢哋救咗出嚟，俾佢哋自由，所以佢哋都要俾其他奴僕呢有自由，而且要慷慨。第4誡話要守安息日。而呢一度講安息年嘅時候咧，就要免去人嘅債啦，同埋俾奴婢咧係有自由啦。第3樣咧就係將頭生嘅牛同埋羊獻俾神。以色列人喺埃及，神保存咗佢哋頭生長子同埋牲畜嘅性命嗰啲頭生嘅牲畜所以咧神要佢哋將頭生嘅牛羊獻翻俾神，表明一切都係神所賜予嘅。呢段經文對我哋基督徒嘅意義呢，就係每逢我哋出糧就要馬上將1/10奉獻俾神啦。唔好等到月尾。有啲好愛主嘅弟兄姊妹啱啱出嚟社會做事，就係將第1個月嘅薪水全部奉獻出嚟。大家睇下第4到第6節咧，好好默想呢3節聖經，亦都要重複睇第10節、18節。講到當我哋遵守神嘅吩咐，神會賜福俾我哋手所做嘅工作。大家睇呢段聖經唔好只係掛住話神要賜福，而都留心神要求嗰個條件。神要我哋對人呢應該有嘅態度。好，我哋祈禱，主你叫我哋對人要鬆開手，唔好忍心，唔好有惡心，反而要甘心，要有恩慈。主對你，我哋都要好似
奴僕一樣，終身侍奉你，跟從你。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阿門。